其實政府而家都覓地去做一啲國際旅遊綜合文化區啊、科技產業園呢啲。咁我好期望喺服務產業需求嘅同時呢，其實係可以有一定嘅空間係要嚟完善我哋社區嘅配套、居民嘅文體設施。例如係咩呢？馬會用地。呢個有可能啊，長官話有可能係其中一塊用地。咁佢其實鄰近就係本身氹仔運動場、游泳館呢啲嘅設施。咁但係原有呢啲設施呢，起咗多年啦，可能都有啲升級嘅需要，或者配套唔足夠。其實喺呢啲民生區或者輕軌完善，政府有冇條件都打造翻一個氹仔區嘅大型市民運動公園呢？一直以嚟即係坊間都希望啦，喺一啲鄰近民生區嘅一啲小型嘅土地，可以做一啲簡單嘅平整、開放休憩區或者綠化嘅空間。其實呢度係有啲咩計劃？嚟緊呢1-2年入邊，我哋講傳統嘅，你除咗自由波地足球、你羽毛球啊，或者一啲新興嘅項目，甚至乎近期大家討論得比較多嘅冰上運動，係咪澳門都應該要有？咁其實呢啲就未必係臨時用地啦，佢可能涉及到一啲場館嘅設計嘅建設。咁呢度其實都希望政府真係有一個規劃去做。我頭先講嘅馬會用地，好希望喺呢度點都好做翻一啲綜合嘅體育空間，包括支持產業發展又好，居民使用都好。好多時候我哋聽到建築、運輸、環保回收，甚至乎綠化業界，佢哋都話佢哋有啲機器物料設備呢係冇地方等嘅。咁都好希望，譬如北安遠離民居嘅，係咪政府都有條件未來打造翻一啲空間，然後去租俾佢哋，支持翻產業，支持翻一啲業界佢喺運作嘅時候嘅一個需要。咁所以呢度都希望即係政府作一個全面啲嘅合理發展土地嘅介紹。居民對於休閒運動空間嘅需求呢係持續增加等等。咁對於土地資源提出更多嘅呢個需求嘅。請問司長閣下，未來運輸公務範疇將會點樣配合經濟社會嘅發展，以科學咁合理規劃土地嘅利用？氹仔舊城區咧，頗受遊客嘅歡迎，尤其係啲週六日咧。咁其中咧，司督憲政街為主軸嘅一啲景區咧，就尤其受到居民嘅歡迎啦。政府可唔可以考慮咧，釋出部分嘅空間，作為一個交通樞紐，將的士、巴士擺落去裏面，進行一個上車落車嘅一個等候點。體育設施嘅問題，我哋同社民司有充分嘅溝通嘅，亦都早前喺拜訪教育團體，了解咗大家嘅需求之後呢，咁其實我哋都檢視翻我哋而家手頭上邊嘅一啲土地，係咪亦可以有部分未有一個確定嘅用途，我哋可以開放出嚟俾學校或者公眾去使用嘅。早前做咗一啲相關嘅研究啦，暫時喺呢個階段，我哋揾咗3幅土地出嚟。大家亦都唔使擔心咋，係咪有呢3幅地之後就唔會再有呢？我諗我哋會繼續努力去睇翻，包括我哋喺A 區 B13地段會將佢臨時開放俾公眾去使用作為自由波地嘅。佢嘅面積呢就係15,800平方米。南環湖嘅 C8地段亦都考慮暫時開放俾公眾使用，佢嘅面積係4,422平方米。氹仔嘅BT7地段面積會比較大啲，有差唔多接近3,100畝。頭先亦都有議員問到，除咗自由波地係咪有其他嘅用途我哋可以考慮嘅呢？針對地區嘅需要呢，我哋會將一部分嘅地段呢係闢作臨時停車場嘅，包括咗我哋會臨時喺路環，因為路環居民亦都希望有永久嘅停車場，去臨時停車場。咁其實我哋兩方面都有考慮。原來飛鷹基地呢闢作一個臨時嘅停車場，泊到接近70部嘅車輛。台山嘅嘉翠麗大廈第2座清拆咗之後呢，闢作一個臨時嘅停車場呢，會泊到45部汽車啦，同埋20部嘅電單車。其他嘅地段呢，我哋相繼都喺度揾緊，會超過係10幅8幅有關嘅地段，但係遲啲會陸陸續續會公佈。亦都提到松樹尾地段係咪會更好咁運用？我哋而家公建局、工務局、交通局呢係做緊一個跨部門嘅小組呢，去研究緊松樹尾地段，我哋點樣綜合運用，包含咗交通樞紐喺裏邊。李靜儀議員提到嘅有關於業界嘅一啲用地，我諗我哋會謹慎咁去探討有關嘅問題。特區政府係持開放嘅態度去面對有關嘅問題。我哋希望係
喺謹慎管理澳門嘅比較緊張嘅土地資源嘅前提之下呢，我哋逐步去考慮唔同嘅需求。咁呢個我諗我哋係會持開放態度去諗嘅。